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志阿豪。今日我哋睇嘅係虎河名居呢個小區，而家咧我哋喺佢出面一個商鋪呢度，後邊係有一個公寓嘅，有一個酒吧，有一個烤吧，仲有一個生活超市。個側門嗰度咧係有一個便利店嘅，生活嚟講咧都算比較方便。我哋出門口左轉300米左右可以去到我哋一個肉菜市場。個市場咧基本上咩都有噶啦。我哋後邊咧200米可以去到我哋一個沿河公園，即係我哋呢個小區咧係靠住河邊而建嘅。我哋而家跟住鏡頭去小區裏邊睇下佢一個環境。而家我哋嚟到花園裏邊啦，小區唔係好大，總共有4棟嘅，3棟大單位，1棟咧細單位為主。成個空間花園咧都係比較空曠嘅，綠化率咧有翻33%。而家我哋跟住鏡頭去屋苑裏邊睇下佢嘅情況。而家到屋苑裏邊啊，呢套係48平方嘅3房2衛嘅。因為係一個複式嘅產品，所以嘅實用率有咁高。入門嘅左手邊係一個衛生間嘅空間，2.8個平方。再過嚟右手邊咧係餐廳一個位置做咗到頂嘅一啲收納櫃嘅。呢度係4.8個平方嘅廚房 ，L 型嘅操作台，2個人喺裏邊咧都唔會擁逼。雖然係48個平方，但係我哋開間一啲都唔細嘅，有翻3.3米一個開間 ，L 型嘅沙發。再過嚟係成面落地窗，4.8米嘅一個落地窗。呢度係有一個朝南向嘅細陽台，2、3架喺呢個空間。呢度咧做咗一個簡單嘅書房。我哋而家跟住鏡頭去睇睇2樓2個房間嘅一個情況。呢個係3.2個平方嘅衛生間。再過嚟裏邊咧係一個10個平方嘅房間，入門嘅右手邊咧係做咗到頂嘅衣櫃嘅，1.8米嘅大床。呢度咧仲有一個隱藏式嘅一個收納空間，我哋係擺啲雜物有啲閒置嘅嘢擺喺呢度，係非常之好用嘅。呢個房間稍微細啲，有翻6.7個平方，都係有衣櫃1.5米嘅床，採光咧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而家我哋總結下呢套房，住上面。而家我哋總結下呢套房，48個平方，做到3房2衛一個空間。而家咧業主係35萬可以出嘅。優缺點同大家講一講。第一個優點咧係呢套房係2層嘅面積嘅，實用率係非常之高，達到咧180%嘅使用率。第二個優點咧，呢度落樓係非常便利嘅，去市場又好或者去公交站都好，都係500米以內一個距離。第三個優點咧就係呢套房已經裝修好噶啦，就係有啲細問題啦，要自己重新執一下先可以入住嘅。缺點都講下，我哋缺點咧就係我哋唔係真複式，個層高咧稍為矮啲，但係個使用率係冇問題嘅，採光都係冇問題，包括成個房咧係陽台係朝南向嘅，光線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如果中意呢套房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